翡翠葫蘆呢個題材啱咩人戴？點解要戴葫蘆？唔同嘅人戴葫蘆又有咩講法？今日一條視頻同大家講清楚，記唔住記得點讚收藏。第一點，從男女嚟分呢，佢係好啱女士戴嘅，因為佢嘅線條好流暢，咁女士戴起身嘅時候，佢可以增強復原同埋親和力。第二點呢，如果從送禮嘅角度咧，佢係好啱送俾老人家嘅。相傳葫蘆咧就係我哋認知嘅神仙南極仙翁嘅嗰個拐杖，寓意住健康長壽。第三點，學生同埋職場人士都係好啱戴嘅。如果學生嘅話咧，我就好推薦呢種白冰嘅葫蘆啦，比較簡約大氣，唔需要一啲圍箱，加個簡單嘅扣頭，佢就 OK 啦。寓意學有所成。職場人士戴又有咩寓意呢？大家都知道佢呢個口咧係好細，但係個肚係好大嘅，啲財富都係只入唔出，同埋全部匯聚起身，圓圓滿滿，好適合創業、事業晉升同埋想財源廣進嘅朋友啦。第四啦，亦都係好啱情侶或者夫妻之間紀念日嘅互贈嘅，雙球相連，象徵姻緣和諧。無論新婚、紀念日或者係重要嘅日子，送俾另一半咧，都寓意住恩愛同心，百年好合。東方哲學中嘅福祿壽喜，咁用葫蘆呢個題材承載就再好不過啦。總嘅嚟講，葫蘆有福祿相傳、健康長壽、劈邪納福。葫蘆吊墜嘅款式咧，都係根據每個人唔同嘅風格去揀嘅。如果你係簡約樸素嘅，就可以揀一啲螺件簡單嘅扣頭鑲嵌。如果你中意白冰高貴一啲嘅，就係呢種嘅鑲嵌。預算夠嘅，就選一啲品質好嘅翡翠嘅葫蘆，佢嘅光感、熒光感都好夠。仲有一啲滿綠種水非常好嘅一啲圍箱款。至於大細咧，就要根據自己嘅身形同埋風格去揀。翡翠一直都係嗰句豐儉由人，根據自己嘅風格同埋氣質揀最啱你嘅就係最好嘅。葫蘆呢個題材咧就分享到呢度，如果中意嘅不妨喺評論區多啲同錢錢交流一下。關注錢錢請翡翠唔踩坑。